七号小姐、少爷大驾光临，无提早去门口迎接，实在真失礼。来，请坐，我叫人泡茶。唔免啦，我是来找你算账。唔知影小姐你讲的是啥？我并无做任何唔对的代志，得是你啊。啊，讲无？我问你，你为什么赶走志强？小姐，你完全误会啊啦！彭志强在棒球界是有名正神的，我巴结伊就袂赴啊，哪有可能甲伊赶走？这完全哦是彭志强家己要离开金城队的啦。我哦嘛是有嘴讲啊无烂，但过吼老嘛老伊袂调。想袂到有人哦，伫暗中塞弄，无袂讲话。我是冤枉。你讲什么我拢无爱听啦。我敢若知影，你赶走先呢，志强，甲一个有实力的好球员，对球队的实力影响真大。我不准你安尼做，你马上甲伊全部找倒来。要甲因找倒来，恐惊有困难啊。也毋过哦，我当找到比因更好的球员。我看你这个总裁是作假，是我代志拢做袂好。你讲，既然高明杰遐尔无能，是不是爱请倒上，另外找人来做总裁？确实有这个必要哦。小姐、少爷，我这次照恁的意思去甲郑信找倒来。也毋过哦，假使伊唔肯倒来，这我就无法度啊。你唔肯倒来，你就甲伊做下离开。是。你讲，咱来去。话你拢已经听到，你要尽量保护，保持满意。另外，我阁会甲你提醒，棒球队是社长上另外一项生财的工具。你为着你的私心，甲彭志强赶走。这款后果，你敢会当负责？是，我一定袂让少爷、小姐失望的。这害啊！雄雄走出去听下天来破坏我的代志，所以要赶紧想一个办法。你我出来什么代志？因为我一时糊涂，赶你离开金城队，所以今日我专工约你出来。想要甲你会师嘞，希望你接受我的道歉，重新回来金城队。只要你肯回来，什么条件我拢答应。高明姐，我唔知你这摆后悔什么原因，因为你真是存心不良，我绝对无可能相信你。假使你想要算其他的手段，真实嘞，我无时间陪你算。非常人做非常事，我的忍耐，有小姐甲少爷看到我的心意。真是，小代志。真是，你唔肯相信我的心意，这我会当理解。也毋过，我是真心要甲你认错。今摆我跪伫你面头前，甲你会师咧，请你接受我的道歉，莫计较过去的代志，转来球队。大丈夫人生人困。工兵情实在无简单。你无错安尼做，顶起来。你唔答应，我都唔起来。真是，我拜托你，我已经甲你回师咧，条件嘛随在你开，请你答应我的请求。高明姐，之前咱大家已经讲得真清楚啊，我绝对袂因为你安尼做，我就来改变心意。假使你要继续回来，我无办法。志强。笑，是你迄高明姐，规日求我转去球队对吧？这拢是高明杰伊家己大出大意后要做的，我只是为伊讨回公道尔。我希望伊会当搁转来球队，莫见怪啊。你的好意我真感激，要不我绝对无可能转去球队。我相信，只要努力打拼，总有一天会出头天。我会靠我的双手完成理想。我知影你就有志气，我毋得要达成你的目标，是要等偌久？不管等偌久，我拢会尽全力去完成。歹势，我有代志先走。志强，志强，你讲，你看，志强真正是一个男子汉呢。伊不但认真拍拼，脚踏实地，
而且佫真有志气，无想要靠别人来成功。甲杜尚同款，真有男子气概。伊是一个真理想的对象，我绝对爱伊做我的男朋友。想袂到替七号出头，颠倒去帮助着彭志强，增加伊伫七号心目中的分量甲地位。袂用，我一定要想办法挽回七号的心。大小姐，你嘛看到啊？我已经落软跪了求彭志强，也是唔肯答应转来球队。连小姐的好意哦，拢唔知影珍惜。伊这人真正是唔知好歹啦。你跟后袂讲这句有啥物歹话？代志就是你了出来，佮敢甲我搞话？要你讲话较注意哦，莫互我找啥物毛病。啊，若无，你做饭就莫做啊！是。你讲，咱来走。唔免等啊！要买你股份的人未来。原来是你叫人叫我来这，江明正，你变鬼变怪，到底有啥物目的？真简单，就是要阻止你卖股份。你莫小想啦，卖股份是我的主意，你管袂着啦。小爷，这是家己听的，敢有需要大声？我看你个性这么急，无怪你也唔知死活，一个人走去迄度社长因兜去闹代志，也唔好加在你妈妈伫的，若无你家己安怎死的就唔知哦。江明正，买死买活是阮兜的代志，我无参与你，恶人无打。你讲了真好呢，嘛真有志气。也毋过我甲你讲一个道理，人生起起落落爱看有无。你免遐尼着急要卖掉股份总资金，只要你乖乖踮咧国宝集团听我的话，帮助我了着金源，我会互你这大舅仔一个食饱无代志，搁会当领薪水的职务，继续过你大少爷的生活。哼，若无吼，我会互你走投无路。我无时间听你这小狗在乱话，爱我储备我家己，储备金元，搞我永远富贵，你真正莫小想啦。天下间无人会当保留，尤其是你金家的人。哎呀，哎呀！我真熬啉，安尼甲你滴滴，袂爱出声，看你啉到什么时阵？高明正，我绝对袂害出声。有欺骗，我介意有欺骗的查某囝，该放开。希望你经过这届教训以后，会当识时务，等以后我考虑我拄则所讲的话，乖乖甲我配合，我是绝对袂亏待你。高明正，你这小狗！你手的把唔知死我对你抗洪大量，唔知感恩，你就要讨回你。我看无无都叫你出事啦！我甲你讲，这个社会哦，只有强者才当生存啊！你有今日下场，莫怪我，要怪你的唔知见小老母偷客兄啦！国宝集团唔再落在伊都社长的手头，
我唔再坐到总裁大位。回到代志，没你管，没你管，没你管！你老母甲我做，拢袂感觉见笑。你是见笑啥哈？大米，大米！好啦好啦，看在你将来哦是块大官的面子上哦，我就照你的意思，我点点。看到无？我即马身躯哦，随时拢砸遮尔大台现金啦，银行户头内面的钱哦，是多到无法度算啦。啊你呢？你除了卖袂出的股份以外，搁有啥物哈？哈？搁有啥？我即马用钱就当甲你拍死啊啦！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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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毋过我真讲实，目前的你啥物拢无。我想恐惊哦，连金总裁大病院的钱拢拿不出。唉，我这个人哦，无啥物优点，就是腹肠伤宽。带念过去咱的情分，这个钱就你作生活费。大姑啊，你看这个钱哦有够哦，若是无够哦，做你讲袂要紧啊，银行哦家己开的嘛，以后大家嘛是拢家己人啊。对啦，另外哦，我老实甲你讲，今仔日所发生的一切代志，拢是你妈妈叫我做的呢，目的就是要逼你转去的身躯边，你知影无？啊？呀！哥，你是安怎啦？啊，你的面哪有伤？叫迄恶徒查某叫人搞吧。对啊，爸即摆状况安怎？医生甲有交代啥物？医生讲，爸爸的情绪还是真无稳定，也毋过已经有甲伊注镇静剂，互伊困一下。对啦，哥，你打算是毋是在讲妈妈？不准你叫伊妈妈，伊无我有资格。看起来，这个查某毋知是不是要逼爸爸自杀，或是要对付我。对妈，你知影较注意，莫死跟爸爸走。若真正要出去，一定要互我陪你去。哥，这边哪有可能啦？爸爸醒来时阵，我嘛有甲问过啊，伊讲伊要自杀，甲妈妈根本就无关系啊。迄是因为爸爸在骗你，爸爸缺爱，爱甲你理体，到即摆搁在维护迄个查某，伊实在足糊涂的。妈妈虽然已经离开警界，也毋过伊还是真关心咱啊。无的确，就亲像伊讲的，伊是为着要保护咱，毋才去做出一寡互大家无法度谅解的代志。老实讲啦，好赌不识主，妈妈哪有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代志？伊叫江明杰迄只走狗，伊伫打后，互我卖股份的计划，佮我拍甲规身躯拢是伤。伊掠准讲伊安尼，叫我走投无路，我就会转去伊的身边，免孝顺。我真正是毋敢相信，哪有可能发生这种代志啦？伊拢会安尼放放囝，有啥物代志伊做袂出来？打自细汉到今仔，我有啥物时阵甲你骗？你看我的伤，这敢是假的？哥，你先照顾爸爸，我去当面甲妈妈问个清楚。妈若是真正无够亲情，做不出这款代志，那安尼我嘛袂理你啊。对吗？对吗？
足想你的。林哥哥，是毋是搁会甲妈妈生气？哥哥为着爸爸的代志去找你理论，就去支持着你。你又搁甘面子，阻止伊袂过分，搁家规身躯拍的拢是伤。伊安尼若是无生气，唔才叫奇怪。我根本就唔知影这件代志啊！你若是唔相信，无你即摆都要来去病院啊！安尼你就知影是真的还是假的啦。金月，你爱相信妈妈，我是冤枉的啊！你甲林哥哥拢是我的亲骨肉，我听恁都袂话，哪有可能做伤害恁的代志？你的话无人讲会相信啊！顶一遍你去病院看了爸爸了后，爸爸就自杀，这你是要安怎解释？金月，妈妈根本就唔知恁爸爸自杀啦。是啊，我嘛想要甲恁爸爸加讲几句话，伊倒头拄敲电话来，妈妈就好啊！就算讲爸爸自杀，甲你完全拢无关系。你知影爸爸自杀了后，你说一句话拢无问过，那安尼你怎么要安怎解释？迄天恁哥哥来闹过了后，伊倒头哦，知影我偷走去看恁爸爸，伊就足无欢喜的，佮下面爱妈妈不准我去看恁爸爸，若无伊会对恁不利。为着恁的安全，我只好听伊的话啊。如果是伊倒头弄，你到底是为着要保护咱金家，所以你有不得的苦衷一定要靠去伊迄边。我是你的查某囝，我袂去害你啦。我即马就要知影，你到底有啥物苦衷？我真妈妈唔知要安怎解释才好。不过，若是会用甲你讲，都无叫做不得已的苦衷啊。金月，妈妈知影我即马讲啥，你拢袂相信。不过我会用行动来证明一切。你搁给我妈妈一寡时间好无？金月。江面前甲金庸也无啥物大冤仇啊，是安怎要来对付金庸？看看，迄是天生的命令。你在哭？爸爸，我有啥物代志？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哪会哭到这伤心呢？我是可怜阮金庸甲金元迄两个囡仔，我嘛足希望伊两个伫喺我的身躯。也毋过，阮金庸少年毋捌代志，做代志真匆忙，有几落变拢惹你生气，你是毋是足气伊？我叫是什么大代志，害你这么伤心？我甲你讲啦，我搁再无介意金庸，我嘛要顾着你的面子，我无可能甲这事情计较。那我搁听伊讲，伊想要甲古堡集团的股份卖掉，家己创业，你敢有同意？少年人想要创业，当然是真好。之前林清白我找我讲过一件代志，伊感觉对金元亏欠真多，想要叫我斗相共，买金元手中的股份。我即摆搁咧考虑。看来阻止金融卖股份的是江明正家己的主意。玉芬，我知影你真关心金融，也毋过伊对我成见真深，伊是无可能接受我对伊的帮助，而且以我的个性，我嘛无可能去做迄款有讲无想、弄破爱赔的代志。天生，人哋讲烧火连盆，你是毋是会当帮助金庸重新搁再徛起来？天生，我都肯为你牺牲这么多啊！敢讲，你连为我委屈一个都唔肯受？搁再讲，竟然暂时莫出面啊！等过一阵啊，伊的心情较平静了后，你才互伊知影，在伊上需要支持的时阵，是你的天意。我相信金庸一定会真感激，会我过来这边。玉芬，看你伫操烦你家己后生，我心肝头嘛无好过。
好啦，要日透早，我打电话陈心来，叫去处理这件代志。田生，多谢你。你是咧讲啥？咱两个敢就需要讲多谢？谢光临，欢迎光临。请问你是王队长？我就是哦，你好，我是金勇。金勇大名，请坐，请坐。多谢啊。王队长，听讲恁党对国宝集团的股份真有兴趣。我唔对，那安尼唔知影我开出的条件，伊是毋都真了解？你开的介绍无假，不过本党的愿意接受。安尼你意思是讲咱成交啊？保险支票拢抓来，你看嘛。对啊，这合约在遮，请你看卖者。若是无啥物问题，请你签一个。我总算总着资金啊！爸，你等咧看，我已经让害你的人得到报应。对啊，我敢问请问领导的是啥？歹势，这哦，无要紧啊，我了解啊。我请你替我转达我对伊的感谢。王队长，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喂，我代志处理好啊，你人过来提啊。太好了，我这里有机票，我就用你开除我家己的事。打个手机啊！我总算是有金明做一点代志啊。王队长，这是伊道社长予你的一点仔心意，多谢你这位临时的队长。袂啦，应该是我甲你说多谢啦，无就我先来走。李生，你即摆是啥物意思？我只是想要甲你斗相共尔。唔免啦，若不是我手伫遐拉骑车，我嘛袂转来，我嘛袂发现你伫我的背后变有比较。你妈呀你！金明，我甲伊道社长是真心想要为你做一件代志，你哪就记出来？你为了做代志，佫无够真心，我互你害到，佫无够凄惨者。你会连下我的死对头来帮助我，我若是相信你，就是自找死路。就事论事，你需要钱，别人肯予你钱，你哪就计较迄钱是啥物人的？我是需要钱，啊不过我需要是真真白白的钱，是一款垃圾的钱。大少爷就大少爷，敢若有感情用事，是要做可能做啥物大事啊？就算讲我做记者，我嘛会接受你的思想。金明，金明，照我看，你根本就是家己自找补料。我好心去互雷金，你有甲我讲这种话哦？心爱，你即马到底是安怎嘛？敢讲你袂记？金家是咱客别冤收人呢。你竟然甲小舅上开嘴，叫伊帮助金融。冤冤相报何时了？雷金，金万山的事业即马已经去互咱接收过来。
伊人嘛倒伫病院啊，咱的收婚应该到这为止啊。我无想要搁牵连到后一代啊。可惜吼，已经困你入骨，伊即马才想要做好人，敢会想我？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佮歹人，佮有啥物分别呢？别人怎看我，迄并无重要。我敢若要求，会当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就好啊。从即马开始，我会尽全力去弥补金月佮金庸。这样过了后，我才当安心去爱志强。所以希望你嘛莫搁针对金庸，你放伊一条线路，好无？外地将金庸留伫咧公司嘛无啥物好处，只要心爱继续将志强低调的，颠倒是会当替我制造机会去追求金源。你放心啦，咱对金家的保护真成功。即马金家除了金源以外，其他人拢无逐个我浪费时间。我不但袂阁去找金庸的麻烦。颠倒，我阁会配合你，帮助你得到帮志强的心。你总算是想通啊！那呢，我在这先甲你说多谢。志强，多谢啦。这几工无看，你加真瘦呢。恁爸爸好无？阮爸爸的身体毋但无较好，即马嘛真罕咧开嘴讲话，看会出来伊心情真郁卒。偏偏阮哥哥个性阁真倔强，安怎讲就是毋肯听阮爸爸的口劝原谅阮妈妈，甚至是听到甲阮妈妈有关系的话，伊马上回头就走。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今晚，我知影你爱照顾恁爸爸，如果烦恼恁哥哥，你一定真为难。连我伫这个时阵，你爱坚强起来，我嘛会伫你的身躯边陪伴你。若毋是有你陪伴在我的身躯边，我早就无法度支持落去啊！我这几工仔嘛拢困无好势。好啊，啥物拢莫讲，你先伫遮好好休困，等下我送你去病院。我来开门。笑，你哪会来？我来零检啊，安怎无方便哦？笑，袂离咱金华先。金华姐，是哦，遐济啦，无恁讲，我来去泡茶。志强，想袂到我才离开无偌久，就发生这样侪代志，连你嘛离开球队啊？敢讲你真正无爱搁拍球啊？世间的代志，有人料想袂到真济，无人知影明仔载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咱爱更加珍惜咱身躯边的朋友。那安尼，你以后有啥物拍算？若是你回心转意，我会应该高明真讲，继续找伊转来。唔免，我已经考虑要家己创业开公司。安尼真好啊！安尼，我想法度上出钱，家己投资。唔免啦，志强伊若是想要开公司，我会想办法替伊斗出钱，唔免别人来替伊赞助。金华姐，听讲国贸集团已经毋是恁金家的，敢讲你还有资金会晓投资？若是亲像恁桌上用遐尼卑鄙的手段去侵占别人的生意啊，那安尼根本就无需要任何资金，心肝了坦坏，安尼就用了。你袂我桌上卑鄙，伊用欺骗的手段去侵占别人的生意啊，佮抢别人的某，安尼敢讲无叫卑鄙？你哪毋讲你妈妈是厝人昂塞互你食？你好啊，恁爸母的代志，互因家己去处理。大家拢是朋友，敢袂当好好讲？我嘛想要好好讲啊！是你硬要甲阮两家的恩怨，敢若是你的心上的？我嘛是为着志强好啊，亲像恁桌上迄种反面无情的人，知影是朋友，见就变敌人，讲避面就避面。志
志强若是甲伊合作，绝对会吃亏的啦。你好啊，今晚添补一个。是哦，我知影你是好意，要么绝对无可能接受你岛上的帮助。要若无当初，我都袂离开团队啦。是因为我岛上，你根本只引导所做代志心。我嘛是为了我家己好。拍棒球本来就是我的理想，嘛真单纯。要么最近是发生太侪代志，我感觉到我无了参像较早共款专心拍球。要么绝对袂放弃我对棒球的理想。笑，真多谢你对我的关心。要么我家己的问题，我家己解决。而且我嘛相信，就算讲我无拍球，我一定会当行出一条我家己的路。志强，听你安尼讲，我真正是愈来愈佩服你啊！你就知影我无暗唔对啦。笑，你免阁讲啊！你敢若会记哩？我永远都会支持你。有收到相共的所在，一定要找我。多谢你。那安尼，我先来走啊，走哪啦？实在无看诶，气候加较捌代志啊，要么真可惜，恁本来当做好姊妹啊，想袂到即马恁一见面，要是冤仇人共款。我嘛无想要对伊安尼啊，谁叫要是伊倒家做啦？今摆，你是一个真有度量的查某囡仔，我会记你顶一遍，气候向我表达伊的好感的时阵，你不但无生气，搁讲伊是一个真单纯、真可爱的查某囡仔。虽然即摆你的家庭，因为伊倒社长的介入来破坏，因为你想看卖，气候嘛是无辜的，气候嘛是受害者。我相信以你的风度甲智慧，应该袂甲所有的怨恨拢牵到你的身上。我头拄对伊态度，确实是较歹啦，无给他解释一下。我甲你讲哦，你若是继续要甲我冤家，我是要认输的。七哦，我是来甲你回失礼的啦。大拄仔是我较无礼貌，我无应该甲你讲话态度遐尼歹，失礼啦。大姐，我对你真是无礼貌，ごめんなさい。到即马，我希望你做我姐姐的心，拢根本无改变。毋过我想要骗你，伫我的心肝内，我真正就爱恨你妈妈的。我嘛真正足希望有你再好相爱，要毋过恁大上甲阮爸爸害我大病伊，我的家庭嘛破碎，我嘛真正足爱恨恁爸爸的。若是会用，家庭之间的恩怨，互因家己去解决，咱也是会用做好朋友的，对我嘛真正足希望会当安尼啊，无咱会当试看卖。志强，是吗？你哪来？你有人客啊？哦，人客拄走，要么今晚马上回来。你放心嘛，我讲几句话我就走，我是为着金龙来的。金龙是安怎事？我知影最近想要卖掉伊的股份，筹备资金重新创业。这
所以我就拜托伊度社长暗中出钱买伊的股份。总知影代志无路，伊若唔肯接受，甚至佮当场人面头前侮辱我。是咪？金明过误会咱两个人有暧昧，而且因厝的甲伊度社长有关系，你嘛真清楚，你就莫甲伊计较。这我拢知影，我只是感觉足遗憾的。伊竟然连一个赎罪的机会嘛唔肯互我。金明自尊心真强，而且伊是遐尔爱你，爱愈深，伤愈重。佮加上即马伊已经失去投球的能力啊，厝内底佮发生遐尔大的变化，伊受到这少年煞的打击，无怪伊的心肝内充满怨恨。伊即马又参像一只刺龟，你若是甲伊伤过接近，就算讲你是好意，你嘛真有可能会插掉。因我相信，只要你肯耐心等待时机，总有一天，伊一定会感受到你的诚意，重新接受你。我甲伊要恢复较早的感情，还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我爱的人是。我敢若希望会当甲伊维持朋友的关系，就亲像咱即马同款。是咪？只要你会当诚心诚意对金明付出，我相信伊一定感受得到。啊你咧？你即马有啥要拍算啊？之前我拢伫棒球界、甲外界无啥物接触。较早我代言一寡运动器材，熟悉一寡厂商，交陪一寡人脉。我有可能为这个方向开始我的事业。开运动器材公司，这甲你运动员的专长真合，对你来讲是上适合的事业啦。你嘛知清？嗯。当我赚到钱，无任何挂虑的时阵，我一定会摕钱出来，继续推展棒球运动，甚至是你一支球队，对无？以你的能力，我相信你真紧就当达成你的目标。我祝福你。你今嘛想创啥？今晚是咪？阮家无欢迎你，请你出去啦！是咪是来关心你阿兄的？你敢袂遮尔好心来关心阮阿兄？你是嫌伊受的刺激也无够，还是专工走来遮，要对伊的工作无爱严？毋过，你误会我啊！我敢有误会你？计可能毋是你上交的。安怎？你即马专工走来遮，是要靠志强看？啊，伊可怜你当真你是无啦？今晚你讲话愈来愈超过，你什么时阵变啊遮尔刻薄？对这种人，敢有需要客气？金哥，我确实烦恼金明，才会拜托志强加关心伊一下。既然你无欢迎我，我即摆就走。心爱，今晚心情无好，莫放在心上。我知影，我袂甲伊生气的。今晚，心爱伊嘛是好意，你哪会当用这种态度对待伊啦？敢讲伊较早做的代志，你拢放袂记啊？伊是一只笑面虎，伊心肝内底受伤，无人知影。你上好是莫叫伊骗去啊！人拢会改变，已经真后悔对不起你阿兄，敢讲你袂当原谅伊？无可能啦！伊是害阮兜弄假煞摕凶手，我无可能原谅伊啦。其实是想要帮助金明重新振作起来，伊连马主拢替伊找好啊，只是让金明气衰。原来阮兜国母集团的股份一直卖袂出去，阮哥哥一心想要创业，煞无资金，嘛无怪伊的意志会愈来愈消沉啊。我看，我应该找金明好好讲一下。袂用的啦，阮哥哥若是看到你，一定会甲你起冤家的。中原经理，就算讲伊要拍我骂我，我也要讲。我希望伊会当接受我的考考，莫甲家己的心锁起来，拒绝所有人关心。无我陪你去好无？唔免啦，阮两个查某人讲话比较较方便。你放心，我知影安怎做。
我就知你会来这啉酒。较早，咱球队若拍赢，拢会来这做伙庆祝。若是拍输，嘛会来这检讨，重新出发。你着想好了后，咱两个毋捌做伙来过。以后咱嘛无可能做伙来招，因为我看到你，我就忍袂落。金苗，有一寡话，我想要当面甲你讲清楚。我互你讲，你就一直糊糊地。请你即马讲出来，讲出来了后马上离开，莫叫我啉烧酒。你对我的误会，我无想要做任何解释。我敢来咱用我人家做保证，我无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代志。国宝集团即摆已经互人接手，恁爸爸已经破病住院。今晚只是一个查某囡仔，我希望你会当振作起来，担起你做中主的责任，好好照顾这个家，莫辜怨恨恁妈妈，互恁爸爸甲今晚为难艰苦。彭志强，你俩准讲你介意今晚，就咧做阮兜的囝婿，管阮兜的代志。我搁甲你讲一解，这是我伫咧，你是无可能娶今晚的。你敢会当较理性的讲一寡道理，好无？好，咱即摆先甲我甲今晚的代志放在边啊。你看我想看觅，恁爸爸即摆上需要是啥物？是亲人的关怀，因为恁妈妈无法度留伫伊身躯边照顾伊。你敢会当真一份好心，为着你这个有血伊搁破病的爸爸，放下你心肝来怨过，甲今晚做伙靠恁妈妈回头？无可能！我绝对无可能靠这绝情查某。但是阮更加大门一家无，你若是讲煞，像你即马马上离开。好，咱先莫讲你妈妈的代志，也毋过你爱冷静落来，听我甲我讲话。我听金我讲，你即摆准备卖了国宝集团股份，重新创业。拄好我嘛离开国宝队啊，假使你无去啊，咱两个人会当合作，开一间运动用品的公司，至少这甲咱较早拍球的本行比较较接近。讲几百步，原来你的目的是要叫我做你的金主，支持你开公司哦。啊，不过真可惜，你找唔到人啊啦。因为我即马嘛欠钱，当需要一个金主甲我支持。彭志强啊，你无法度做阮金马竞赛，你就用这招学阮兜的钱。好佳早我有醒过来，啊若无，你早晚用我法定代理的身份，甲我名下的财产全部拢摕走。我来是种少年，在落趁你昏迷不起的时阵，霸占你名下所有的财产，甲所有当下即马这样骗你的钱。那是因为你家己开枪，无我跟你什么关系？我真正感谢这场车祸，我看清楚你的真面目，有怪我的未婚妻，我扫取阮兜的财产，真正是这斃命少年！奇妙，放手！奇妙，兄弟情义不是用嘴讲的。昏迷不起，倒伫病院的时阵，我逐工拢去找你。即摆较早咱拍球的代志，互你听。我就是希望有一天你会当早一日醒过来，咱会当完成咱球队棒球理想。因为我真是想袂到，你一醒过来，都甲球队甲球场解散，解散国宝队。你安尼做，敢对得起过去甲你做伙伫球场老血老汗、叫打打拼的兄弟？我甲棒球已经冇另外的决定，什么球队甲球场，甲我一点我关系拢无！奇妙，奇妙，你失去投球的能力了后，你好才像全世界人拢对不起你，你甘啊自卑，做真侪互人料想袂到的代志，你伤真侪人的心，你我真心无你知哦。啊！你莫过来无唔对。
感觉你永远拢爱情这，只将阮的生活较平静。八鬼，董志强，你总算讲出心内话啊！我气过来，对面怕你再保证不会输啦！啊！救我！我你袂听，就害怕成死。叫我跑，我敢发动，什么？我是要做啥？你金庸心目中早就无我这个兄弟的存在。爸，我知影，你即马在生气，你无想要吵我，嘛无想要看到我。其实，我生活了嘛真艰苦，我嘛无想要怨恨妈妈。啊，不过，我只要想到，伊传统活人，有人国宝集团是个经营权，还有你倒摕的车。我就足怨恨伊。好啦，但我莫讲这个，莫搁惹你生气。爸，你甲新买的代志，我已经调查清楚。我知影，是因为你要替我治伤，所以你唔才去新买因兜去替我试食这寸金。你对我的温情，我这世人永远会记得我是我。我即马无经验，阁无资金，我生理上一直拄着困难，阁受着迄高面前的打压，我竟然无法度替你甲国母集团手段。爸，但我即摆要安怎？你甲我讲。妈离开咱，我上好的朋友志强甲是我，阁反问我。但这话，我实在无想要甲金华讲，因为我惊金华看袂起我这种阿囝的。啊，不过，假使连你拢无爱插我。我连一个讲心内话的对象拢无啊！是啦，除了投球，我啥物拢袂晓。你即马倒伫咧遮，我啥物代志拢无法度替你做。志强骂我骂个真痛，当我气过来了，我干那会咧做一寡互人料想袂到的代志，连我亲生的老爸拢无爱插我，我搁活在这世界上要创啥个？谁人无爱互我？伫迄条车外中死去。Winner takes all。爸。Winner takes all。忘掉。Winner takes all。这是爸爸伫生日场最生日的名言。所以，我拢是最后的胜利者，从来唔捌输过。你是我金万山的后生，虽然袂阁投球啊，也毋过你同款会用伫商场上找到你伫球场上做一个王牌投手的迄一份尊严。
winner takes all 这句名言，爸爸要送给你。Winner takes all。我相信以后，你伫上帝的成就，一定是无限量的。咱台湾有真侪真成功的企业家，伊拢是真友好爸母。我相信你嘛同款。爸，我答应你，我会提醒我家己，尽量莫搁去怨恨妈妈。从即马开始，我袂讲出任何无尊重妈妈的话。这边较悬呢，哦，较悬。哇， OK。好啊。老大，来，是哦。你看，多少？这张相片挂起真好看无？是我上喜是这张哦。杜生，我真正是足怀念你甲卡送伫我身躯边的日子。迄个时阵，我真正是足需要我说呢。即摆卡送无伫个啊。倒送你哦，身躯内拢无我。啊，就有人哦，足袂见笑的，去帮人红晒，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足奇怪的，咱毋敢有报应。有份。倒送，我是倒位讲毋对话啊？想到迄个查某面色遮尔歹看？是哦，你这明明就是故意。卡送才是这间厝的女主人，想到袂用放伊的相片？我是卡送讲袂用的。是哦，免急啦。若是真惊了倒上背面，迄嘛歹收煞。我才无咧惊咧，想要倒送吼，马上甲迄个查某赶出去。有份啊！你还是你创啥伤着家己啦？我叫我甲一个囡仔咧洗性地，哎，真是。有份啊！是哦。我的相片，你想等你的头壳？你想要甲我赶出去是？这是你甲卡送的房间呢，想到我的相片袂用放伫咧遮，这是咱兜呢。你这个查某，比查某可能佫无够，连我这做查某囝的，嘛想要做伙赶走，你才共阮。恁结婚阿姨这个意思，你唔通误会啦。难道伊凭啥物，甲咱的相片拢等伫咧头壳？你讲啊！你讲啊！我甲你讲哦，我才无想我卡上遐尔好欺负，你无爱让我，我嘛袂互你好日子过。你嫌我顶地，我更加无想要看着你。你给我走！你给我走！是哦，靠我讲伊嘛是长辈，讲话袂用这么无礼貌。杜生，我问你，假使以后我是嫁人，我会红煞甲我赶出去，带别个查某入来，你安怎？上架，上架欺负你，我就发死！杜生，你为虾米有两种标准呢？别个查某袂用欺负我。想到这个袂见笑的查某，连手查某卡上来啊！是哦，莫会阁讲啊啦！你唔讲我袂用，我偏偏爱袂，伊袂见笑，袂见笑，袂见笑，袂见笑。是哦，是哦，你为着伊甲我跑？是哦，我甲恁离婚阿姨的感情，你即摆无法度了解啦。我哪会袂了解？
的是无对，我甲卡头都无重要。这个像人安尼，互你食，才较重要对啊！只有我问你，我甲伊，你要伫啥？你讲啊，是伊还是我？你到底要选做一个？只有。拄则七号真讲啊真清楚，有伊就无我。你若是介意的，我就走。玉芬，你何必安尼呢？你把我看到，你早间是安怎糟蹋我？敢无你找我转，就是我受这有力，受这有折磨死。当然嘛不是。玉芬，你大人大姐，甲一个囡仔计较要创啥啦？是我已经不是囡仔，敢讲你无看到伊有心机？想讲这我就是想要甲我赶走。我不管，我今晚要出来找伊啊！我不准你去。玉芬，你听清楚，你真脚若走，我后脚都行。看来这个查某囝，我答应过约课要好好照顾，我今晚亏欠约课，我无可能搁我查某囝来想到委屈啦。是啥啊？你就要想听。我知影你是为恁卡匠感觉不平，要么你即马甲周玉芬逼到无路通行，伊会反击你，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我就是偏偏要甲伊拼到底啊！你打算讲高中才袂去啊？我提无法度心，我还阁有最后一招无用，就是敲电话互我指教，我要甲伊斗。你袂当敲这个电话，是安怎？你毋是希望恁卡匠会当等于恁桌上身躯边，就亲像较早共款遐尔好好。是啊。那你更加袂当敲电话互恁王志尚，你甲想看觅，即边恁王志尚若是出面，敢有可能亲像顶一边共款，对恁桌上手下留情？啊，毋过我真就讨厌伊的，我去桌上为着伊无爱我卡上啊。少，紧事看办。你若想要帮助恁卡匠等于桌上身躯边，你千万毋通着记这一事，也若无，恐惊会造成另外某道弥补危害。我知影，我听你的就是。志勇，我即马无所在会当去，我等于他暂时住你遮。真多谢你。我知影，卡莎。好，我要失眠。组长，安怎？手吹到未？是毋是恁卡长打电话来？卡上讲要甲七号讲电话，我只好讲七号困啊。组长，是安怎七号遐生气？我甲问伊也毋讲，就做伊走，敢是为着伊？我烦恼的代志总是发生啊。甲用冤家。组长，卡上就干阿七号一个查某囝。七号自细汉，搁乌子上疼命命，这件代志若是搁舞去乌子上遐，代志搁麻烦啊。我伫商场走跳遮尔多年，面抢若是结一个，毋知偌侪人会惊甲皮皮喘。即摆竟然互这两个查某安尼舞甲，一点仔办法都无。一个是我等待遐尼多年所爱的人，一个是家己的查某囝。我真希望啊，互因两个会当安尼和和气气，
斗阵过生活。我看这永远拢无可能。无的确，前世上尾啊，阁会逼到桌上，你敢若会当两个选一个？唔免选，小芬，我知。小芬，等下，你是咧创啥？我无想要破坏恁爸仔囝的感情。我若走，都袂互你为。小芬，但是，我知影你真疼惜家己的查某囝，也毋过，我若留落来，互你夹把阮两个着左右的，你敢知？我看到心肝有偌艰苦无？你已经为我做真多，我嘛知影你是真心要实现当年你对我的约束，安尼已经有够。你也是互我走去找钱。小芬，你敢唔知我袂当无你？唔对，你是袂个无钱。你甲七号拢是我生命中上介重要的人。原来我毋是你生命中唯一上重要的人。迄无共款嘛，七号是我的查某囝。玉芬，你是因中辈，你应该有这个北长来用阮七号才对啊。七号，伊我自然会去处理，袂互你受大的委屈，好无？好啊，好啊，留落来啦。这样用功是在看啥？姐，我已经想通啊，敢若有理想是无够的，一定要有能力去完成。我若是无充分的资金，我就无法度完成三去棒球综合训练营这个理想啊。你讲的真对，靠别人不如靠家己。我即摆打算要做运动器材的生意，要么伫个商场上，我只是一个新兵，当然要加收集资料，看一寡行销方面的册啊。真认真哦。那安尼，你想要买什么款的运动器材？我搁咧试食啊，要么我希望之前找我拍广告、找我做代言人的厂商，会当互我经销伊的产品。放心啦，就凭你是正成，绝对无问题。球员失去战场，等于失去一切。我无想要怀念过去的掌声甲光荣。为即摆开始，我要为头做起。好，我甲你斗相共。你愿意对头合适做生意，我嘛会当啊。咱两个合作，做伙拍拼。要我无把握，是袂做会起来。我惊去拖累你。毋是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吗？若是还袂做就惊失败，恐惊会失去成功的机会哦。讲得真好咧，你嘛真乐观。在这方面啊，我会向你多多学习。真是哦。那安尼，你是同意我加入吧？真好。那安尼，咱以后就是生意上的 partner。partner。这个我甲你讲哦，有足侪西客哦。若是要讲金销权，要互人管得紧的时阵，我的西客就用得到的。笑，真多谢你的支持，我嘛会认真拍拼，互你这 partner 赚大钱。哇，已经真晚啊，床单我换好啊，你较早休困。房间留互我，即要困倒。我困客厅就好。我要是你。我上大，即摆安怎？吹着袂？我知影。安怎？人我袂吹着。多少？七号自细汉就无甲卡桑分开过，伊思念卡桑的心情，你应该了解。我知啦。还佫有做查某囝的，当然希望家己的卡桑甲倒桑会当好好。我即摆选择的是玉芬。
只有对不起优可。若是七号，我一定会去找回来。是讲这个囡仔会走喺地去，伊台湾的朋友也无几个啊。土桑，我想到一个所在，无的确会当找到七号。七号，已经真晚，你还阁唔困啊？我惊你寒，所以哦，就摕一粒炭仔要甲你夹。志强，你敢知影？我真正足介意就安尼看你呢。去看你一摆，就会发现家己愈来愈爱你。听我话去困，要若无我会生气哦。我真正困袂去啊！吼你。这样玩啥？系啊，敢是我倒上，志强你莫开门啊！志强，若是恁倒送，你爱缀恁倒送倒去。我无爱，志强，志强。爱愈深，受到的伤害嘛愈大。我甲太死，以后就袂过来甲你讲讲钱啦。不是你甲我讲讲的，是我家己爱着伊的。你讲，你都更加爱死。你感觉是遐尔爱伊，就社少。亲爱，你真正在问的，是我哪会对警家人遐尔客气？我是着摆甲迄个袂记上，就要放走的。你即嘛是搁想要变相派出头啊？我是真心想要赎罪。